寬闊之地的信心，從以撒看如何面對衝突。創世記26 1-33，誦讀由第6節至22節。於是以撒住在基拉耳，那地方的人問起他的妻子，他就說：她是我的妹妹。原來他害怕說我的妻子，他想或許這地方的人會因利百加殺我，因為她容貌美麗。他在那裡住了一段很長的日子。有一天，非利士人的王亞比米勒從窗戶往外觀看，看哪，以撒在戶外他的妻子利百加。亞比米勒召以撒來說：看哪，她實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麼說她是我的妹妹呢？以撒對他說：因為我想恐怕我會因她而死。亞比米勒說：你向我們做的是什麼事呢？百姓中有一個人幾乎要和你的妻子同寢，你就把我們陷在罪中了。於是亞比米勒命令眾百姓說：凡侵犯這個人或他妻子的，必要把他處死。以撒在那地耕種，那一年有8倍的收成。耶和華賜福給他，他就發達，日漸昌盛，成了大富翁。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許多僕人。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他父親亞伯拉罕在世的時候，他父親的僕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滿了土。亞比米勒對以撒說：你離開我們去吧，因為你比我們強盛得多。以撒就離開那裡，在基拉耳谷支搭帳棚，住在那裡。他父親亞伯拉罕在世的時候所挖的水井，在亞伯拉罕死後都被非利士人塞住了。以撒就重新把井挖出來，仍照他父親所取的名為他們命名。以撒的僕人在谷中挖井，就在那裡得了一口活水井。基拉耳的牧人與以撒的牧人相爭，說：這水是我們的。以撒就給那井起名叫埃色，因為他們和他相爭。以撒的僕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們又為這井相爭。以撒就給這井起名叫西提拿。以撒離開那裡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們不再為這井相爭了。他就給那井起名叫利河伯。他說：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闊之地，我們必在這地興旺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。今天我們一起來思想創世記第26章，這是有關以撒生平最完整的一段記載。睇到以撒，我們通常會覺得他的個性比較溫和，甚至有點像配角，夾在信心之父亞伯拉罕和充滿戲劇性的雅各中間。但在這一章裡，我們看見了一種非常有力量的生命特質，那就是在退讓中看見神的寬闊。故事的背景發生在一次饑荒中，就像他的父親亞伯拉罕一樣，以撒面臨生存的危機。他原本打算下埃及去，但神攔阻了他，要他留在基拉耳，也就是非利士人的地。神在這裡向以撒重申了給亞伯拉罕的應許：我要與你同在，賜福給你。然而，有了神的應許，並不代表從此一帆風順。這章經文讓我們看見以撒面臨了2個巨大的考驗。我們來到新地方尋求入籍，每位成年家庭成員的收入需要達到12,570，英文水平需要達到更高的級別，也同樣讓眾多家庭面對着重重難關。以撒面臨第一個考驗是恐懼。身處異鄉，以撒害怕妻子利百加的美貌會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，於是他重演了父親的軟弱，謊稱妻子是妹妹。雖然這是以撒信心不足的表現，但我們看到神的恩典大過人的軟弱。神透過外邦王亞比米勒的責備和保護，保存了以撒一家。這讓我們知道，神的賜福不是因為我們完美的信服，而是因為他信守他的誓言。當我們因懼怕、壓力而做出不夠信心的決定時，我們常以為上帝會棄絕我們。他仍舊顧念我們，甚至透過不認識他的人來保守我們。我們的失敗反而凸顯了他信實的偉大。第二個考驗是嫉妒與衝突，這也是今天我想特別分享的重點。經文說，以撒在那地耕種，耶和華賜福給他，他就有8倍的收成，牛羊成群。這引發了非利士人的嫉妒，他們不但填平了亞伯拉罕留下的水井，甚至把以撒驅逐出境。面對這種不公平的霸凌，以撒做了什麼？他沒有據理力爭，
也沒有發動戰爭。他選擇了離開。他在谷地重新挖井，挖到了活水。基拉耳的牧人來爭，說：水是我們的。以撒就給那井起名叫埃色，意思就是相爭。於是以撒讓了，去挖另一口井。結果敵人又來爭，以撒就給那井起名叫西提拿，意思就是為敵。以撒又讓了。讀到這裡，我們可能會覺得以撒太軟弱了，為什麼一直退讓？但當我們讀到第22節時，我們看見了屬靈的轉機。以撒離開那裡，挖了第3口井，這一次終於沒有人爭競了。他給那井起名叫利河伯，意思是寬闊。他說：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闊之地，我們必在這地昌盛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以撒之所以能一讓再讓，不是因為他懦弱，而是因為他深信水源的源頭不是地上的井，而是天上的神。只要神與他同在，這裡被填平了，神會在別處為他開路。他不把時間花在與人相爭和為敵，而是專注於跟隨神的帶領，最終進入神預備的利河伯寬闊之地。故事的結尾非常美。那位曾經趕走他的亞比米勒，帶着軍長主動來找以撒求和。為什麼？亞比米勒說了一句話：我們明明的看見耶和華與你同在。這正好應驗了箴言16章7節所說的：人所行的若蒙耶和華喜悅，耶和華也必使他的仇敵與他和好。以撒的溫柔不是示弱，而是一種強大的信心，證明了神的賜福是人奪不走的。在今天的職場、家庭或人際關係中，你是否也正遭遇像埃色或西提拿這樣的爭競與敵意？你是否覺得自己受了委屈，想要為自己爭一口氣？讓我們學習以撒的功課，不要在爭吵中消耗你的生命。如果環境逼着你後退，也許是神要帶領你前往更寬闊的利河伯。相信神的供應，你的福分不在於那1、2口井、職位、利益、面子，而在於那位賜福的源頭耶和華。我們一起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謝謝你透過以撒的經歷安慰我們。當我們面對周圍的嫉妒、誤解或爭競時，求你賜給我們屬天的安全感，幫助我們不憑血氣爭戰，而是信靠你的同在。求你帶領我們離開相爭與為敵的狹窄處，進入你為我們預備的寬闊之地。願我們的生命也能像以撒一樣，讓周圍的人明明看見你與我們同在。又為在入職上有困難的家庭禱告，讓眾人有你的安排與帶領。求主憐憫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